国内近比技术维持无可证，最近2008年台湾都冇新增加可证个案。指挥中心近比伫记者会现场用的808的乱建筑，听听国内疫情有加翻呢。苗圃媒体向民众外注意防疫期间的情绪问题，系讲知道有条紧张会社会也系压力动态，多做啲前面来讨论。有可能直接出去行聊聊啊，对身体还个有心理空间都有帮助。防疫期间心理空间问题正经当重要。台湾自杀讽刺后会进行调查发现，疫情危害民众含那紧张同不安，还有人会向外自杀。另外调查没发现，国内媒体报道自杀的事件比例有4%，未比欧洲的1%含那高动多。台湾以前有加翻呢，新闻市场后有人宣布，对下年礼拜一起始，最后到营外室外做的确保社交安全距离，以530人以下情形，户外做的唔是带最严的。世界卫生大会 WHO 18个月就会开始新肺炎，不过台湾都见都忙速度有强。卫生部长陈时中表示讲，为病毒清明1分钟，也有众多国家都动啲天数的。美国众议院205个跨党派议员，是不是今日强下下线的本 WHO 秘书长谭德赛，要求 WHO 为邀请台湾用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会议。美国新鲜的一项研究表示讲，3股超过1股的分子会出现腰的损伤情形，分子出现严重透气唔出，或透气器治疗时节，能会发生腰的衰竭。